后来过来，这是周刊的报道，讲辉达的执行长王仁芬日前快闪来台湾拜会台积电，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美国的总统川普来传话，希望台积电会当回馈更较侪物件给美国。啊，台积电是来回应讲，甲美国政府有通顺的沟通的管道。王仁芬真单纯，就是来演讲的。 听了他讲的话，你会觉得说要赶快买股票，要买他的股票了。这生意这么好，对，他的生意这么好。辉达执行长王仁芬进前来台湾，和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有讲有笑。不过 AI 客户会快闪访问台湾，传出是要替美国总统川普通会。My main purpose is to visit TSMC. As you know. We have a next generation architecture called Rubin. 当时王仁芬讲是为着 Rubin 晶片来找台积电，也不过就讲辉达当继续卖 H20给中国了后，嘛答应甲15%中国营收纳入美国政府，将做辉达代工生理派台积电等于对了解金，嘛分着好康。不过美国无摕到任何好处，所以希望台积电嘛爱释出诚意。他们已经宣布不入股。 台家进前已经证实美国政府未入股台积电，公司嘛回应讲，和美国政府有沟通管道。王仁芬是互邀请来演讲的，不过大海无风，未起响。有专家认为，川普可能要爱王仁芬来施压。 台积电关税以外，利用在这个重要的一个客户来对于台积电施予压力，希望能够再加速在美国的一个投资。半导体分析师陆兴只是讲，美国阁有几哪招会当对付台积电，亲像将晶片免关税条件改做美国制造加美国持有，或者是分割英特尔制造业务，要求台积电入股，莫提供技术基转，甚至搬出反独占法，或者是限制非美国竞争者买美国的设备。台积电还是必须要以先进制程的这个碾压式的一个方式来这个超越所有的那么其他的一个竞争对手。 今年第二季全球晶圆代工台积电市占率同款排第一，佮创下70.2%的新高纪录，大大领先亚军三星的7.3%。就亲像专家所讲的，维持技术领先，市场看上目，无定到就是护国神山应对川普的上好办法。 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